甲英俊来放互袂记，甲所有人放互袂记哩。你心肝内只有我一个人，安尼咱会当过甲足好诶，无人会当搅扰咱啊。那安尼，你甲英俊迄甲手指行伊，就在咱生活中，莫有任何物件甲英俊有关系。这卡手指一定要留落。我要互你看到这卡手指，你就会想到，英俊也是一个无路用的骹潲。你一定要想到，你嫁予我，是你这世人上巧的选择。这是查某人会当摇摆的所在呢。你讲我着甲所有人当作是你的奴隶嘛？你敢有甲我当作是你的某性？婉如，婉如，顶头白日，四个拄着几？婉如，创啥？婉如，我要找你文生啊啦！你找文生来创啊？啊，就阮英俊啊，一骹手指讲跋输缴，我想讲摕钱要来甲换倒转来啦。哦，你真贤惠嘛！恁人跋输缴，你摕钱要来换手指，这样疼翁着，无甲英俊来要娶你。婉如，拜托一个啦，迄骹手指是阮阿爸的手尾，对我来讲是真要紧，真有纪念性的物件。即嘛知影要紧啊吼！我来讲英俊去跋缴，你来讲我生话，你甲恁使弄。无啦，迄是阮大家误会啊。其实我心肝内足感谢你，我即摆啥物拢无想，我敢若想要摕迄骹手指转来尔啦。婉如，拜托你啦。当然毋是我去跋缴啊，你甲我拜托要创啊？无毋对，这骹手指伫我遮。文生啊！啊哈，我看你真友好嘛，恁老爸手尾，你看这要紧，我听起来就感动的。文生啊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人就讲我遮可怜，就甲手指行人就好啊嘛。袂用的。是安怎啦？他拄仔你毋是叫我甲手指摕去行人？即嘛无共款啊！啊哈，愈要爱物件，我愈爱互伊。婉如，哼，你要爱即骹手指真简单，叫英俊来讨嘛。婉如，手指讲要行的是你，即马讲唔行的也是你，啊你是安怎？反起反倒，你根本就是咧甲阿下甲英俊来使性地嘛。你敢有徛伫我立场咧想？啊哈，这甲手指你摕去。文生啊！婉如，想袂到这一骹手指，会当互我知影我伫你的心目中有偌济分量，悲哀，足悲哀啊！我用心计较来的婚姻，只不过是得到你的人，无得到你的心，这根本是一场梦嘛！歹势啦，文生，啊无我用这个钱，甲你换迄骹手指转来。啊哈，你对英俊的感情，是我上深沉的所在，这是阮有所无法度予我的。这骹手指是你的宝贝，啊不过对我来讲是一款刺激。你摕伊啊！亲家啊，我都是恁亲母招无啊嫂啦。啊，这件代志吼，讲起来实在是真歹势啦。啊，都是为着阮后生，都是恁囝婿英俊啊，甲我跋输缴，一间厝煞甲我跋了了。啊，顾不得已吼，毋知搬为你遮来住。啊，佳哉吼，你有生着一个查某囝，互我做新妇。啊，若无吼，我毋知要去住喺倒位咧。是讲吼，
讲才伫咧讲。那我甲阿霞的感情吼，阮大家新妇两个感情实在有够好的啦。所以讲即件代志吼，你做你放心啦。是讲最近毋知是年岁较济，啊性地煞拢加足歹，啊拢会咧压杂压杂。是讲这是查某人正头的啦，迄大家拢会安尼啦。亲家啊，过去我若对你较失礼的所在，你就毋通见怪呢。咱亲家妻母算起来嘛共一口罩的人，啊我即摆若住喺你遮，你就爱甲我保庇呢，保庇我吼。亲家，我刚才叫你保庇我身体健康、食饱味，啊你就毋通献身出来，我拜托拜托保庇我保庇我。我啦。哎呦，要死死咧，要死死咧！你出来毋着小可出声咧，干那冒壁开咧，啊，我手甲手甲我踹一个。阮师吼是拢管你拜啦，你无代无志就通乌白拜吼。啊无吼，伊正就出来互你看。哈？放心啦，伊住喺遮吼，无人会甲你安怎啦。无需要牵花东牵拖西吼，带水遐济，你讲的迄吼，阮师听无。后迄个听无的，我是讲恁师做着好积德，啊，对伊查某囝较囝婿。人我嘛饭伊的福气，毋知有即间厝通住。我讲的毋是迄啦，我是讲吼，阮师已经无某真久啊，所以你讲的迄查某人正头吼，有自人压杂人啊，即种的阮师听无。好啦，过去的代志咱莫讲啦吼，希望讲阮今仔日开始，你会当好好啊疼惜阮阿霞。吼。那这你放心，啊我有一间厝通住，搁娶着好媳妇，我会较疼命命哦。上好是安尼啦。啊，无阮师正经安尼出来找你，啊！哎，阿哈，泰川，我拄仔去恁厝诶找无你呢。啊，恁来母甲规身躯啦？我著用尽一骹手指需要纹身啊，我去甲讨倒转来啦。啊，讨手指讨到安尼规身躯？纹身啊，将迄手指等咧菜园啊，好佳哉，互我找着呢。啊，纹身啊哪会安尼啦？手指有害咱就好啊啦，永存甲你跋输缴，也毋是人去甲咱抢去的。即个是空空的，人凊彩甲牵的吼，伊就甲人去跋啦。哎。咱搁念永存啊啦，你搁念吼，伊心情足歹呢。我心情嘛无甲偌好啊。哎，讲事事也好啦，我规心阵啊转来顾某囝无，啊，互因厝的破产啦，因老母以后嘛毋敢嚣摆啊，对，都毋敢搁乌白欺负人啊啦。泰川，你安尼想哦？是啊。我嘛有感觉呢，虽然我甲永存即摆真艰苦，不过我感觉将来日子。甲咱充满希望咧，泰泉，你写足够呢，我咧想啥，你拢约会着。啊，当兄妹啊做遮久啊，大家心内想啥吼，拢知的啦。啊，无恁爸会叫我甲你照顾，我敢若希望讲，阮即马开始吼，你会当有较好的日子通过。那安尼吼，就无需要用到我即个家婆的过来操心啊。泰泉，多谢你啦。讲迄啊，我时间差不多啊啦。我阁有摊爱做啊，安尼唔好来走，吼。身体爱顾好呢，即摆毋是你家己尔呢，我倒来阁一个呢，吼。早就甲你动，莫互你去介意个两讲。一枝草有一点露，一枝草有一点露。英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阿爸，也好对不起咱还未出世的囡仔。
紧甲对不起我家己。即嘛莫讲遮个啦，手指找转来，一切代志吼，拢甲放落袂记。来，搁甲挂起来，吼。爱挂好，唔通搁无去哦。可怜卫生，实在食我真饱。英俊，莫搁生气啊啦！等咱即摆甲伊田无够，水无流，伊过伊的桥，咱行咱的路。后摆路头路尾若是相长，当作无熟悉就好嘛，吼。总讲一句啊，怪我家己讲啦。啊，互人牵咧公公说，啊，即摆才来怨头，啥物路用？嘿啦，莫讲过去的代志啦，即摆咱拍算咱的将来较要紧。即摆我也无财产，头路也无啊啦，命写搁拍歹去，我有啥物通好拍算啊？啊，无安尼好，啊好师兄吼真欠走道的人，你也甲斗骹手好无？啥？走倒？是啊，我化妆铺，啊你走道，安尼咱翁仔某共出共入，安尼敢是真好咧？安尼嘛好啊。英俊啊！啊！稍等下，稍等下，啊你拢去载乌多尾载啊？对啊，我今日要来东庄啊。哎呀，我煞唔知你要去东庄啊！啊，巴肚内有心呢，要哪用坐乌多尾咧？不要紧啦，卡啥？英俊伊看我徛，啊我坐也好，较细腻就好啊。大身大命，要搁去共煮食，我看着实在足唔甘咧。卡啥？不要紧啦，咱加2年啊，若剩一寡钱，啊，家己开一间店啊，安尼就免走来走去啊。我一个好媳妇，实在足够拍算的。英俊，我咱来去。好。对啦，卡啥？中昼的饭。嘿，免，中昼我家己煮就好啊。无啦，我是讲中昼的饭菜我已经煮好啊，你若要食，甲汤好烧就好。哎呦，你安尼惊我会晓汤啦，我安尼坐回往坐回哦，骹手还阁真美俩咧。无啦，卡啥？最近天气较搞变化，你身体家就爱顾好。啊，厝内工课你莫把手啦，等我转来才做啦。啊，好。对啦，这钱吼，你知，头去买你家爱食物件。免啦，无要紧啦，我拢毋是别人啊。我伫咧厝有通食，就免用这你。对啦，吼，第看爱食啥去买啦，我们来去啊吼。你喏，欠着有咯。我来去啊。啊哈，坐好哦。英俊啊，我甲你讲吼，咱走道吼上快要紧的哦，就是菜爱拍好好哦，爱行路吼爱观前顾后，迄袂人计敢若青仔长的乌白路，你目睭都爱爬较来，远哦就爱甲闪过，知无？大姐啊，你要来操完啦，咱因做毋是囡仔。啊大人嘛都爱欢喜，你毋通看走道小可通客呢，走道吼嘛有分了师傅甲师仔呢。好啊，要点臭屁，讲到走道，敢若学问偌大个。好啦，等你若个走道的国术吼，我再来做你学生。嘿，啊，等你毋去分你的鼓吹，你走来遮是要创啥？来到老咧，敢有犯法？哎，大家好。对啊。啊，喏，做一罐酒。管事买互管事，还无要让我倒。哎呦，太传啦！啊，你问迄拢假问的啦！啊，咱英俊啊，迄种少爷做这边哪会管事啦？我一刀也讲唔对哦！啊，你来目睭哭哭，你是要创啊啦？
无你过接啦，熟悉我朋友啦。来，我甲你介绍一下啦。来，对呀，我甲你介绍一下。这位吼，是以前啊，唱这首的大头家呢，这样子，你怎样？经济啦，吼，经济，来啦。我咧无闲啦，等你真无意思呢。当你是好阿妹啦。我叫你啉酒，你搁搞歹哦，对唔对啦？各位啊，我不晓啉酒对无，嘛要搁加走倒的，大声啊放菜，咱来到这啦。一支草有一点露，一支草有一点露。是安怎？你是病囝笑？有要紧无啦？要紧啦！哎呀，那安尼啦？是安怎啦？都闻到迄个油味啦，未堪你顶房，才伫咧吐。太准啦！你来上拄好，甲照顾咧。顶遐哦，我来烦恼多啊！哈。太准，我不要紧啦，你台顶饲咧无用。大卡都顾袂好势，又插在伊台顶啦。你是有要紧无啦？我不要紧啦。我不爱做啊啦！英俊啊，你芳大菜芳啊久，你手倒落肚啦！我不爱做啊啦，你找别人啦。问你一个安尼也唔好哦。你是安怎啦？亏伫我不爱做就对啦，你叫伊找别人啦。英俊，这边哪会用你啦？草路我会吹啦，袂可能食清啦。英俊，你别讲话啦！你食到要做老爸，我敢咱囡仔，你雄雄来闹跑上，要来走倒啦。太悬啦！你若分高点分到一半，人咧找你呢，紧对台顶啦！有看的无？有看的无？你管我管啊一支边呢？你家己唔是共款，工课做咧一半。我工课做一半，你当是我学汉字啦，我是看恁某边仔咁样掠土啊，我才跳来甲看卖呢。你免伫遐咧过好水啦，阮某免你安尼对前对后啦。你讲甲伊敢唔听的？无你是要安怎甲你应？某是我的啦。好啦，某若是你的吼，你家己就爱较有责任的啦。人太全也是好意的哈，若无像你这种人吼，敢若笑来叫人笑死啊，搁哪有你歹假哦？好啊，要笑这里你笑啦，我也要插到倒位啦。做磨走啊，做大走，我是要怎个做啊？拢为伊啦，无伊的代志也比我较歹啦。我为你咧，你说点到你甲我歹？加无啦。加无？好啦，我今仔叫因外妈安尼就好啊。你紧等去台顶哦，分你的高铁啦，若无好等换你强死头路，紧去啦。阿母仔啊，你一个人吼换两个人的总伙，我一个人吼走两个人的道，看啥较高，咱即马开始哦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哼，我会哇，你这个我也不是人呀。你要紧无？我想讲你等有新的某，你都歹插。阿富师对人讲无好哟，硬问一句话尔，你就发现第二场歹做。毋是阿富师啦，啊无你是咧无欢喜太专心？拢毋是啦，我今有够衰啦，你拄着尾箱来食倒啦。